高齡80歲的書法老師陳吉山是國寶級的書法大師朱作營的嫡傳弟子，幾十年來專力研習書法，唔捌中斷。歷經得到第26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新團獎、書藝類的終身奉獻獎。今年受到佛光緣美術館高雄總館的邀請，將要舉辦玄草人生80載的書法展。然後自創的這玄草的書法哦，事實上也是有一個就是一個領域啦。啊，它的玄草也是這非常有特色啦。那剛剛呢，我說的是跨國際的哈，所以它的有4個國家，包括我們的日本、韓國、馬來西亞跟烏克蘭哈。在10月10號，在美國的紐約時代廣場也的大熒幕也播出了。目前就是有很多的愛好者都是非常的響應哈，所以他的作品不是在我們台灣風靡，包括在國際上也受到很多的喜愛呀。陳吉山老師所創作的玄草文筆線條有粗幼、輕重，加着節奏感，不但曾經得到日本、韓國等國家來發行郵票，而且嘛，在這個月12號，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大熒幕來播出。希望這屆個展會用成為書法藝術發展上的教學展。大篆、小篆，到我們的隸書、行書、楷書、篆書、草書，到陳老師的玄草，一脈下來的書法的嚴格，能夠把它做一個呈現，做一個教育的展啊。一方面也是呈現老師的特殊性，是他獨特的玄草體啊。所以我想了說也很好，然後能夠趁着佛光緣這個場域，然後我們就能夠在很努力的把它做這樣的一個布展工作。這屆玄草人生80載的書法展，將對12月27等到明年的2月1號，開幕式27東港下午，陳老師將在現場來會考，讓大家了解玄草書法的特色。1月3號還有專題演講，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前往參觀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